今年3月，新地六福村一只狼熊闹跑，嘛不幸死亡。有动保团体早起就表示讲，六福村又搁要面对2档1届的评价，办讲新地县政府唔通放任标准，嘛指出讲因调查嘛发现讲园区搁有动物福利相关的问题。 台湾乌熊伫电视场一直生伊口角出现吸斑天肥，动保团体前往六福村调查，发现园区内底有真侪无符合动物福利的现象，像管理后场的乌熊活动空间非常小，佮有阿拉伯狒狒电视场虽然有树啊，但拢是电木线，互因无法度爬，违反天性，甚至红鹤顶水禽类伫后场有可能是无水池啊。它们其实是大型的水禽。 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检举，但是防治所因为一直没有进行会勘，所以我们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。下在动保团体举行记者会指出，六福村特别伫后礼拜2在1号进行2年1度的评价，地方政府可能定拍算要开1天来看，但园区内底有70种规千只的动物，认为这种评价无法度反映动物真正的处境，嘛批评过去有专家要求六福村改善，拢无看到后续。 其实六福村是无视动保法，同时也无视公权力的执行。我们还是为那个严格的督导地方政府落实相关的管理。 针对动保团体将近20种动物福利缺失，林务局表示，后礼拜评鉴会要求县府甲建议专家依照缺失来加强检视。有关动保团体批评评鉴过程有乌箱进行的可能，畜牧处表示会请新竹县政府精进资讯公开，袂当定公布结果尔。记者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。